大家好，呢度係位於海心沙嘅廣州國際燈光節，好多人嚟到燈光節咧就係為咗睇呢條魚，即係鰲魚。佢係出現喺15運會嘅開幕式上面，的確非常之震撼。咁我預約嚟睇燈光節嘅時間咧係尋晚，亦都係18號晚黑，啱好降溫落雨，仲要有風。呢條魚就冇放出嚟啦。依家你睇到呢個位置係花城廣場。咁嚟到廣州國際燈光節，除咗呢條魚可以睇之外，仲有咩睇呢？我今晚呢個視頻就完整咁拍俾你睇，成個廣州國際燈光節海心沙嘅位置，我到底睇咗乜嘢？依家我係行到入海心沙嘅位置，差唔多7點鐘開始落雨噶啦，大家都擔住把遮，我自己都擔住把遮，我係一手擔遮一手攞手機，係單手拍嘅。如果拍得唔靚，請大家原諒。睇唔到嗰條魚，我就開始睇其他嘅燈光設置啦。嗱，呢啲係巨大嘅宮燈。其實我覺得今年海心沙裏邊嘅燈光作品嘅設置並唔算太多。整個海心沙裏邊參觀嘅過程咧，佢有箭頭指示你行嘅，其實就係兜咗一圈。按道理我應該係睇完嘅啦，就係得咁多景啦。如果你想預約呢個燈光節咧，就每日中午嘅12點正，你可以關注廣州國際燈光節或者係海心沙嘅公眾號上去預約就得噶啦。今晚因為係落雨，所以人唔算太多。我行咗1個鐘頭左右，我就出嚟啦。除咗喺7點半中心舞台嗰個演出我冇睇之外，冇拍之外，因為落雨嘛，所以我等唔到。其他地方應該我都拍晒啦。咁佢喺水面上咧有呢啲竹製嘅作品，數量亦都唔多，感覺上就唔夠前幾年麓湖晚黑嗰個園博會嘅燈光設置嘅作品多咧。我見大部分嘅朋友拍廣州國際燈光節都係為咗拍嗰條鰲魚，除咗嗰條魚之外，我都唔知呢度裏邊仲有咩燈光作品。如果你都係唔知嘅，咁你就睇我呢個視頻，你就可以好清楚知道海心沙呢個國際燈光節裏邊有咩睇啦。依家我就唔講嘢，聽住張學友好好聽嘅《水連天》呢首歌，睇住我哋嘅國際燈光節。的水蓮在每滴每滴結合在身前，雲飄過，可與天一色無邊。萬山年，共與合奏着美樂扣心弦，人一世仿似浪花飛濺，小燕子自去自來，未許於言。千山經過一線流水，奔騰在現。愛在詩盡興目前。